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4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網約車。大家也知道，網約車和外賣現在已經成了咱們靈活運工、靈活就業的一個最大的蓄水池。前不久有很多媒體報道過，咱們現在靈活就業人數2.8億，已經占咱們的勞動力40%。但是這數字不一定很準，我記得不太確切，大概就這麼一個狀況。那麼2.8億靈活就業人群裡面，也相當一部分他是网約車司機。网約車司機跟那個外賣小哥還不太一樣，因为有很多碼農失業，很多做生意破產的老闆，很多開餐館的，加盟什麼個店的破產了，他們更多的都去選擇當網約車司機。那麼今天為什麼要聊這個網約車行業呢？經濟觀察報他昨天有篇報道，叫收入逼近最低工資線，網約車司機8小時工作制以後該怎麼辦？什麼意思？也就是根據公安部他發了一個新規，這個新規6月1日就開始落地執行。這個新規要求客運機動車駕駛人，那網約車司機也在之內，客運機動車有什麼要求？就是24小時內累計駕駛時間超過8小時的都認定為疲勞駕駛。網約車司機、出租車司機，還有什麼長途客車、公交車司機的都算。你只要24小時之內連續工作超過8小時，就是24小時之內就累計，還不是連續，你就累計。你說我半夜開4個小時，第二天中午再開4個小時，反正你24小時之內累計超過8小時，那你這就屬於疲勞駕駛。那這個顯然對網約車司機那有很大的影響。所以經濟觀察報他就寫了一篇報道，網約車司機8小時工作制後該怎麼辦？有人說那新規怎麼執行呢？你怎麼知道人家有沒有幹8小時呢？總之規矩是有了，先給你把法定下來了，怎麼執行那是另外一回事。網約車司機好執行，那普通的出租車司機不太好說。網約車它都是通過平台接單，它沒有辦法像出租車這樣，出租車它可以這個手招路邊停，路邊掃街。網約車是掃街很困難，它只能是通過平台。你通過平台，那有關部門就可以讓平台提供數據。新規提出，將通過提取車載終端或監控平台的行駛記錄數據，訊問或訊問機動車駕駛人、訊問證人、調取視頻證據、卡口監控等方式，確定機動車駕駛人的連續駕駛時間、停車休息時間和累計駕駛時間。此次新規進一步細化了疲勞駕駛認定標準。此前，疲勞駕駛主要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相關規定，即連續駕駛機動車超過4小時未停車休息，或者停車休息時間少於20分鐘。當前網約車司機實際工作時間遠超新規要求。根據統計，2025年第一季度，杭州、蘇州日均運營超8小時網約車數量占比分別是 50%、2.7%、47%。其中蘇州市區還有 1.5% 的車輛日均運營時長超過16小時。實際上這個都很難統計，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通過一個平台統計這個司機他沒有超過8小時，但是這個司機同時他也在別的平台，他在你這平台跑滿8小時，人家馬上切換到另外一個平台再跑4小時，再跑8小時，那這個司機到底跑了多少小時？所以說啊，這個網約車司機超時運營這種現象那是比比皆是。你不超時你能賺到錢嗎？問題是這個，我們誰都希望幹8個小時，對吧？輕輕鬆鬆賺500，那誰不願意這樣呢？問題是你要是幹8小時，你恐怕連本兒都回不來。網約車司機超時工作既有主動也有被動因素。一方面，網約車司機是典型的多勞多得崗位，大量司機主動延長工時以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很多城市的網約車單價持續走低，司機為了維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不得不增加工作時長。有的車是租的，对吧？如果你不增加工作时長，他真的不一定能賺到錢。經濟觀察報統計了10座城市，這10座城市 GDP 總量均位於全國前20名，實際上就是重點城市。交通運輸部門定期公布的網約車運營數據，數據顯示近3年多
多數城市网約車每公里单價或日均營收均持續下滑態勢。也就是這3年啊，網約車司機也不好幹，一年比一年難幹。日均營收在下降嘛，每公里的單價也在下降。而比如2025年下半年，無錫市區網約車時薪從高峰的33元以上跌至29元，扣除平台抽成後，它以滴滴為例，平台抽成 14%， 網約車司機的時薪已逼近無錫市非全日制用工最低小時工資標準25元每小時。無錫在咱們這兒長三角所發展還不錯的，無錫市最低時薪是25元每小时，網約車司机已經比這還低了。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網約車司機，你還不如找個班上上，就擰螺絲。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成剛表示，他说近几年網約車司機收入內捲越發明顯，很多網約車司機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維持收入水平。8小時工作制落地後，在現有的時薪水平下，部分司機的收入可能会出現較大下滑，難以養家糊口。網約車內捲加劇，2015年到2017年，網約車行業處在爆發式增長階段，月入過萬是網約車平台吸引司機入行的最知名廣告語之一。各地定期公布的網約車運營數據也證實，網約車司機曾有過一段輕鬆賺錢的時光，但是從2024年下半年開始，這樣的好日子逐漸遠去。2023年下半年至2025年，重慶、常州、無錫3地的網約車日均營收整體呈持續下滑趨勢，且均在2025年第4季度創下日均營收新低，也就是2025年12月份，網約車司機的收入日均創下新低。這一日均營收尚未扣除平台抽成、車輛租金以及能源消耗等成本，那就是整個的毛收入。你今天一共拉了多少錢？第4季度，常州是280塊錢一天，重慶是大概270塊錢，無錫只有190塊錢不到，180塊錢。你一天的營業額就這麼多，那你平台抽成一扣掉到你手上，你還充電。如果你的車是租的，那個租金；如果車是你自己的，那你又要折舊，這還能賺到錢嗎？以無錫市區為例，2025年4季度網約車日均營收為183元，較2024年同期下降 22%， 遠低於2024年無錫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均平均工資。無錫的私營單位的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是224塊錢一天。2023年第3季度，無錫網約車日均營收曾達到317元。你看，那這2年裡面下跌了多少？這是暴跌，可見網約車司機也不好幹。網約車日均營收增長有限甚至下跌，並非司機不努力，更多是由於網約車每公里單價持續下滑。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為維持2年前的收入水平，司機們只能更加內捲。內捲特徵在常州表現尤為明顯。2024年第3季度至2025年第4季度，常州網約車日均營收從319元逐步下滑至280元，但日均載客里程卻持續上漲，由107公里增至144公里，也就是跑得越多了，但是收入還在下降。你的努力越多，收入還在下降。你說，這就是為什麼牛馬總是喊累，這不是矯情，不是無病呻吟。你從這個看，你每天的你相當于多跑了 50%， 但是收入還下降。2020年1月，常州市交通運輸局發布的通報顯示，2025年第4季度，當地網約車駕駛員數量持續增長，單車日均營收有所下降。部分駕駛員為維持收入、延長工作時間，卻面臨多勞難多得的困境。一份耕耘沒有一份收穫，那就是當下的這種現狀。越努力，收入還越少，當然不努力呢，就更沒有收入。深圳、廣州公布的網約車運營數據同樣顯示，2025年當地司機通過顯著延長運營里程來爭取更高的收入。2022年到2024年，深圳平均每日訂單量大於10單的網約車中，
日均營收總體呈逐漸下滑態勢。2024年下半年已跌至438元，但這一走勢，2025年出現反轉。2025年下半年，深圳网約車平均每日訂單量大於10單，日均營收直接升至549元，同比增長25%，而日均運營里程增長更為顯著，同比增長高達28%。這個有意思，也就是深圳2025年下半年有些變化，但是一樣的，網約車司機還是靠多跑來多掙，日均運營里程增長28%，日均收入增長25%，那還是單價還是降低了。這就意味着深圳网約車司機雖面臨每公里收入小幅下滑，但選擇通過增加運營里程換取收入增長。廣州與深圳數據也類似，較為特殊的是，廣州網約車司機每公里收入下滑更為明顯。2022年下半年平均每公里收入3塊4毛6， 2025年已跌至2塊6毛6。此外，內卷也體現在司機運營時長的增加上。例如在蘇州，在網約車數量持續增長的同時，日均運營時長超過8小時的車輛占比從2023年4季度的 42.5% 升至2025年1季度的 47.2%。 這是蘇州。福州市交通運輸局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25年第2、第3季度當地網約車駕駛員日均工作時長約10到12小時。2023年11月相關信息曾提及，福州網約車駕駛員平均每日工作時長10小時以上，每月休息4天。張成剛表示，近幾年網約車司機面臨單位時間收益下降的挑戰，只能通過不斷延長工作時間來維持收入水平。我們的調研顯示，大多數司機日均在線時間在10個小時左右，極小部分司機日均在線時間超過15小時。不要說网約車司機了，出租車司机都這樣。据我了解，在北京那個出租車司机，他基本上是人歇车不歇，什麼意思？有个開白班，有個開夜班，一開都是12小時。白班12小時，車開夜班的來接，接完之後，夜班的開12小時，開白班的休息完又來開了，他們兩班倒，人歇車不歇。網約車有可能比這稍微好一點。內卷的原因是什麼？網約車司機數量快速增長，這是根本原因。即使網約車行業內卷加劇，作為中年人就業的重要渠道，大量人員依舊持續加入。2023年，多個1、2線城市開始發出網約車處於飽和的等預警。2024年之後，處於飽和的預警已常態化出現。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在公布2025年下半年、2024年下半年網約車市場運營數據時，甚至直接將預警由處於飽和調整為已經飽和，就不是將要飽和，而是已經飽和了。至2026年，這樣的預警仍頻繁出現。2020年2月，蘇州市交通運輸局發布的網約車市場運營動態與風險提示提到，從第4季度運營動態數據來看，網約車市場規模已處於穩定。有意從事網約車經營的從業者要合理判斷收入預期，不要輕信輕鬆月入過萬等誇大收入的虛假宣傳。輕鬆月入過萬的，那很有可能是騙你買車的，這種騙局是吧？咱們也報道過好多次。你以為你是去租輛車開，你是什麼？找了個工作，月入輕鬆過萬，實際上是你貸款，按揭貸款輕鬆過萬。專家表示，一座城市對網約車的需求不可能無限增長，因此市場對相關勞動力的需求存在峰值。從市場角度看，各大網約車平台的訂單規模已度過高增長期，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因此，在供需層面，網約車平台對司機的新增需求其實較為有限。一邊是政府預警網約車司機已經飽和了，但是一邊是更多的人湧入網約車這個行業，因為大家找不到工作，失業。所以說預警並不能降低人們加入網約車的熱情。網約車監管信息交互系統監測顯示，2021年1月，全國各地累計發放網約車駕駛員證
308.6萬本，2024年10月底增至748.3萬本，那也就是3年時間涨了1倍還不止，年均增幅在90萬本以上。此後該項數據未再公布，也不敢公布了。你現在在公布26年恐怕都幾千萬了，对吧？那就不公布。從統計的10座城市來看，西安、常州、深圳、廣州、無錫近3年網約車司機數量仍保持較高增速，其中深圳、廣州網約車駕駛員數量年均增幅均保持在4萬人以上。過去4年間，兩市駕駛員數量幾乎實現翻番。在杭州、重慶等城市，雖然取得當地網約車駕駛員從業資格證或網絡預約出租車運輸證的人數增長緩慢，甚至進入停滯狀態，但當地日均活躍接單司機數量增長明顯。也就是說，存在有些人拿到了网约車司機这個證的，但是他恐怕並沒有去開，手上有個證沒開。但是現在這種手上有證不開的少了，也就是活躍的網約車司機越來越多了，拿了證又跑去開的這種是越來越多，就這意思。他說，截至2023年第4季度，重慶中心城區許可的網約車車輛11.6萬輛，許可的網約車駕駛員為20.3萬名。2年後，兩項數據分別為11.8萬輛、22.9萬名，僅小幅上漲，但日均接單車輛從4.3萬輛逐步增至為5.4萬輛。與此同時，司機收入并未回暖，當地網約車駕駛員日均營收從2024年3季度的337元降至2025年4季度的267元，跌幅達 21%。 張成剛表示個別城市除不發布飽和預警外，還會直接設置行業准入壁壘，干預網約車司機數量，包括停止頒發車輛運輸證，這相當於政府部門主動保護已入行網約車司機，同時也讓後續人群失去網約車司機這一再就業的選擇。針對行業內捲加劇，但網約車司機數量仍高速增長的現象，張成剛表示，網約車行業是一個龐大且靈活的就業蓄水池，因其進入和退出的門檻均較低，網約車為大量失業群體提供了及時且體面的就業機會。在宏觀經濟波動的背景下，網約車行業就業蓄水池作用越發凸顯。近幾年就業市場面臨一定壓力，2021年到2024年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呈持續上漲態勢，其中2024年人數上漲最明顯，由2023年年末的352萬人上漲至2024年末的463萬人。2024年末463萬人領取失業保險金，這什麼概念啊？大家也知道，你就是沒工作，你失業，你想領失業保險金也不是那麼容易。即便這麼不容易，那依然有460多萬人領了，那你就知道真正的失業人有多少，比這多得多，漲幅為 32%。其中廣東、上海等地區2024年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上漲尤為明顯，總人數均已超過2020年。網約車行業如同反映就業市場的一面鏡子，儘管行業吸納就業的規模已接近峰值，但網約車司機數量仍快速增長的現象，折射出當前就業市場面臨多重挑戰。在此背景下，成為網約車司機個人綜合權衡後的最優選項。我記得是2022年、23年的時候，咱們經常說，如果你在杭州碼農混不下去了，失業了，把杭州的房子一賣，到鄭州買套房，把多餘的錢存銀行，再買輛比亞迪跑網約車，快活似神仙吶！在杭州賣一套房怎麼着得300萬，对吧？你在鄭州買一套房也就是100萬，你還有200萬存銀行吃利息，你再对吧拿10万塊錢買輛比亞迪，難道不是快活似神仙嗎？但是現在也不行了，因為網約車飽和，所以說凡事都要趁早，是吧？張成剛表示，新規執行後，網約車司機單日在線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實際載客時間則更少，其日運營營收必然面臨增長瓶頸。網約車司機這一職業有可能變得不划算。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約車司機數量持續較快增長的態勢
將更快迎來拐點。新規出台前，滴滴早在2019年就規定，司機計費時長累計滿10小時後，需休息6小時方可再次上線。張成剛表示，在實際運營中，大量网約車司機選擇通過多平台接單的方式，規避平台規則限制。國家層面出台新規，有利於保障網約車司機身心健康，但可以預見的是，即便這是一項有益政策，如果個人收入無法得到保障，實踐中仍可能有大量司機採取各種方式規避規則限制。確實是這樣，你光不讓人家跑，那你怎麼解決人家吃飯的問題？我想這個也反映出有關部门的無奈。網約車司機就是这種客運車輛，有沒有必要对這個司機進行限制？當然有必要，因為你不光是自己在開車，上面有乘客，你得為乘客安全負責。如果你疲勞駕駛造成了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算誰的？所以說你肯定得管。但是你一管，那這些人收入他就下降，活不下去，怎麼辦？不管不行，一管更難，就面臨這麼一個局面。如果你真有辦法把他卡死了，每個人24小時累計不能超8小時，那估計很多网約車司機他就不幹了，他就賠錢了。那有人就說了，不幹了，那漲價。現在每天營業額是不到300塊，漲價之後8小時500塊。問題是你一漲價，消費者他也不做了，消費者也沒錢，你超過了消費者承受能力，他就拿腳投票。人家坐公交、坐地鐵、騎自行車，最終還是影響網約車司機的收入。專家表示，目前看來仍需要觀察新規屬於強制性規定還是參考性規定。如果僅為參考性規定，還需要觀察相關部門是否會強制執行。無論新規是否強制執行，網約車司機被迫延長工作時間以換取收入穩定的現象，勢必給司機和乘客埋下安全隱患。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需要對疲勞駕駛等危險駕駛行為加以約束，另一方面也需要探尋網約車行業的破捲之道。專家說，通過行政方式提高運輸單價是否可行？此前巡遊出租車行業曾採用過此類方式。張成剛表示，對此類需要謹慎考量。若運輸單價上調，導致消費者打車頻次下降，反而可能造成司機總收入減少。運輸單價下滑是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政府部門干預運價需要十分審慎。但在權益保障、平台抽成等方面，網約車司機的話語權明顯弱於平台，因此未來政府部門可以在網約車司機與平台的博弈中發揮合理疏導與適度干預作用，推動雙方收入分配更趨公平合理。在張成剛看來，提高勞動者收入、加強勞動者權益保障仍是治本之策。連續駕駛10小時後至少休息20分鐘，是很多國家對貨車司機安全駕駛的基本要求，而這些國家的司機更願意主動遵守。除了意識到其必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收入水平足以支撐他們遵守規則。我想起了这個，應該是前年是吧？有一對遼寧的夫妻帶着孩子在美國開大卡車、開貨車，年入100萬。他還去學校裡領免費食品是吧？就在網上被這個海外的博主，就這個外國人拿來宣傳。你看看，你在國內開大卡車，一天你能開48小時，你也一年也賺不到100萬。但是人家夫妻倆在那輕鬆年入100萬，那你說年入100萬，你讓他遵守，他就願意遵守了，他有這個條件。你讓他一天開4個小時，休息2小時，因為他休息2小時，他能掙100萬，那他就願意休息。所以剛才咱們說了，有關部門在這一塊那也是兩難。你不管那網約車司機、客運機動車駕駛人，他疲勞駕駛，因為他沒辦法，他要多賺錢，多賺錢就疲勞駕駛。如果你限制他，他一定會想辦法突破你這個底線，那這個又會對什麼？對這個乘客的安全造成危害。所以說你不管又不行，但是管你怎麼管？管了他們的收入會更低，更慘。說來說去都是內捲加劇，內捲加劇的根本原因還是就業難，就業難的根本原因還是你這投資不暢。
這個外企跑了，民營企業吓得也不敢投資了，有些企業搬到越南、搬到印尼去了。你國家有限的資源聚集到什么硬科技、高科技这一塊，高科技它帶動就業又少，它那崗位其實不多，而且這個硬科技、高科技一發展，反而再次對就業形成壓力。也就是你看人工智能 AI 越發展，就業崗位越少，無就業繁榮，甚至自動駕駛一出來，連蘿蔔快跑這樣的，他都乾脆不要司機了，也對就業形成就業更大的衝擊呢。就沒工作沒得吃，你的房貸怎麼辦？孩子上學怎麼辦？所以他就拼命去找工作，那就找工作呢，只能是你看网約車這兒還可以來送快遞、送外賣還可以，那就很多人就被迫進入這個蓄水池子，那不就更加卷了嗎？所以你看，它就是個惡性循環，這沒有辦法，惡性循環。你就業的人少，人均打車的次數就少，消費就少。有些人，他能不打車就不打車了，他再走着去，或者騎自行車，或者坐公交，省10塊，省個20是20，大家不花錢。所以人均打車就是網約車的訂單量，它是已經到頂了。它現在不漲，反而往下跌，訂單量。但是你看網約車司機和網約車是這個量還在漲，那你人均的訂單量就下降，內卷加劇，客單價就下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你這個時候再出台一個，這政策是好的，初衷又是好的，6月1號落地，但是這個恐怕我覺得對，如果真的要執行，那對網約車這行業，對更多的牛馬和韭菜形成一個非常大的衝擊。本來網約車是一個非常大的蓄水池，現在你蓄不了水了，這幫人去哪兒呢？他掙不到錢，8小時我要租個車開，我可能還賠錢。所以說這個叫民生多艱，你歸根結底還是就業解決不了，就業越來越難。今年1270萬大學生畢業，你到哪兒找這麼多崗位安排他們？即便有崗位安排，那他就會把別的35歲那年紀大的老登中登給擠掉了。那中登的幹啥去？那只能開網約車送外賣。所以你看它是個惡性循環。所以說你從中間某一個環節治理是沒有用的，你得從源頭抓起。源頭抓就是想辦法解決就業，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現在很多城市、省會城市，你要找一份工作，1個月能給你發到手，發4000塊，就發到你卡上，把你社保交了，發到你卡上還有4000塊，這個現在都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穩定，社保交了之後，你的個人所得稅扣掉，你到手那個4000，這在省会城市居然是好工作，不差，而不是社交媒体上面人均月薪都是幾萬個 W 起的，不是那樣子，是幾千個 W， 那就是好工作。所以這個就說明一切了啊！那網約車你這麼一攪和，網約車不行了，我不知道在外賣再攪和一下，這牛馬日子怎麼過呢？外賣、網約車已經成了牛馬最後的避風港。有人就說了，那平台抽14%，能不能少抽點啊？這個理論上是可以的，可以要平台抽成少一點，但是平台它是資本，人家也要賺錢，人家要這個投資有回報，回報率。對平台來說，你也不能說讓平台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你平台你要提高效率，提高算力，提高各種運營維護成本，你都要提高。完了之後，你不能賺錢。平台這邊可以壓縮，你可以博弈，讓它14%，能不能提10%等等。但是如果光靠平台說節約4%有什麼用？那這個時候就是政府能不能給平台補貼，也或者不叫補貼，或者稅收減免，因為畢竟人家解決的是大一個龐大的就業群體，給他們提供就業，這提供就業穩定的，讓他們願意幹活的人還願意有個車開，還能養活自己。平台的你少抽成，佣金降低，那國家稅收給平台也降低。現在你也知道，现在各種稅能不能國家在這塊減免，也就是減輕平台企業的負擔，讓平台企業更多的讓利給司機。那這個恐怕也很難做到，國家這邊也缺錢，就政府都缺錢，連公務員工資都發不出來。他在這塊還能給你減免嗎？越減免的公務員工資不越發不出來嗎？都缺錢。那為什麼會這個全球第2大 GDP， 全球第2大經濟體 GDP 的增速還是5%、4.5%的，這高速增長的，為什麼就各個環節都缺錢？這就要打個問號了。這就相當於一個什麼？一個機器的吧？我們產出還是可以的，我們的速度也是可以，但是我們的能耗太大，它不夠經濟。
所以你別看它產出越來越多，但是它耗的更大，消耗，對不對？就像一輛汽車，你這個汽車跑的是挺快，爬坡也有勁，拉的也多，但是你的能耗大，你100公里耗40個油，那你這車越開越賠，越開問題越大，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說經濟發展、社會運行到底什麼導致成本這麼高，能耗這麼大？把這個找到，在這一塊下功夫才是正道。這個我們就阿根廷想到了米萊，實在不行學一學越南也可以，就把經濟運行中的這些阻力、這成本高的地方給它砍掉。否則你說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最後都是治嘴，把嘴捂住，這個解決不了問題，是吧？只會讓問題越來越嚴重。所以說你讓网约車司機一天開8小時，想法是好的，最後一定是一地雞毛。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